合式呼吸練習。陣間我哋嘗試用鼻吸氣，用口呼氣，眯埋對眼，想象畫緊正方形嘅4條邊，從而平緩我哋嘅心跳，放鬆肌肉。我哋用鼻慢慢吸氣，數4聲，想象開始畫緊正方形嘅第一條邊，感受肺部同埋腹部充滿新鮮空氣，慢慢脹起。然後閉氣數4聲，想象畫緊正方形嘅第2條邊，專注身體嘅靜止狀態。我哋再用口慢慢將空氣呼出，數4聲，嚟到正方形嘅第3條邊，我哋感受緊整個身體都喺度呼出呢啖空氣。我哋再閉氣數4聲，完成正方形嘅最後一條邊。當完成之後，大家可以重複上面嘅步驟3至5次，感受空氣吸入同呼出嘅溫度，直至到感覺內心平靜。